喺我哋嘅學習、生活、運動，甚至係遊戲入面咧，你會唔會都有個咁樣嘅時刻呢？面對堆積如山嘅功課，感到焦慮無助，又或者喺籃球場上面咧，即使拼盡全力啊，都因為咧單打獨鬥而屢屢失利。喺電競嘅世界入面咧，隊友咧各自為戰啊，配合混亂，導致咧最終失敗。又或者喺學校小組討論嘅時候，大家意見不合，氣氛僵硬，令到咧我哋討論嘅項目咧停滯不前。呢啲嘅情景咧，會唔會都令到你孤單無力？你會唔會咧都曾經懷疑過自己呢？面對挑戰嘅時候，一個人係咪真係能夠撐得過去呢？一個人嘅力量咧係好有限嘅。我哋常常咧以為自己只要足夠嘅努力咧就能夠解決所有嘅問題，但係現實就話俾我哋聽，好多時咧一個人嘅力量係非常有限嘅。就好似畫面嘅同學一樣啦，佢為一個複雜嘅編程問題咧而感到苦惱，眉頭緊鎖，顯得非常之困惑啊。而其他同學咧亦都可能咧正經歷住迷惘啦、挫敗啦。所以咧，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咧，唔單止會感受到挫折同無助，效率咧都會大大咁樣降低啊，甚至咧會因為缺乏唔同嘅視覺而難以突破自己嘅局限。有時候最大嘅障礙唔係問題本身啊，而係我哋嘗試獨立解決佢嘅方式啊。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呢本書咧，叫做《團結力量大》啊。喺我哋發覺自己自身力量好有限嘅時候咧，我哋不妨試下團結啦。呢本書咧，佢可以俾到唔同嘅啟示我哋啦。佢係由羅倫卡東所寫嘅，文東出版出嘅一個繪本啦。佢通過一個生動嘅故仔同埋插畫咧，向我哋傳達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啊。當個體嘅力量匯聚埋一齊嘅時候咧，就能夠產生超乎想象嘅能量。書中講述啦，小雞們咧為咗各自而戰咧，由各自互戰去到互相幫助嘅過程啊，正正咧係我哋每個人都需要學習嘅寶貴經驗。咁我哋學識咗團結之後，對我哋有咩用呢？書入面嘅內容咧就交俾同學自己去發掘啦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學識咗團結，得到呢本書嘅啟示之後咧，我哋喺學業上面就唔會再單打獨鬥啦，而係咧會識得組成一個學習嘅小組，運用咧同學唔同嘅擅長嘅科目啦，大家互相幫助，共同去討論，不僅咧能夠激發咗更加多嘅思考角度啦，亦都加深咗彼此咧對知識嘅理解啊，複雜嘅問題咧都會變得容易解決啦，甚至乎作文啊、英文啊都會咧有更加多嘅創意同埋觀點啦，科學實驗咧都會更加順利咁樣完成嘅。當我哋一齊學習嘅時候咧，唔單止解決咗問題啊，更加可以建立到深厚嘅友誼啦，同埋信任啊。另外啦，好多同學都感受到噶啦，喺運動方面咧，單打獨鬥一定係不可行噶啦。好似籃球啦、足球呢啲團體嘅運動啦，團隊嘅精神咧，往往更加係勝利嘅關鍵啊。當籃球嘅隊員啊學識咗傳波配合，佢哋咧能夠流暢咁樣得分，共同分享成功嘅喜悅。呢個運動唔單止能夠培養默契啦、信任啦，亦都令到我哋學識咗互相配合同埋支持，發揮個人嘅所長，彌補團隊嘅不足。喺球場上面最強嘅唔係個人，而係團隊。最重要嘅唔係得分，而係合作。所以呢本書咧都教識咗我哋生活上面嘅各種挑戰，其實都需要我哋咧去學識團結合作嘅。團結仲可以用喺我哋嘅電競啊、校園生活啊、日常生活各方面啦。咁但係總而言之咧，團結力量大呢本書咧，佢唔單止係一個故事啊，更係一種信念啊。佢教識我哋咧，面對困難嘅時候唔好害怕去尋求幫助，團隊合作咧係一定能夠提升效率，達到事半功倍嘅效果。唔同嘅聲音同唔同嘅想法咧，能夠互相去補充，激發創意。而真正嘅力量咧，就係來自我哋共同嘅努力同埋團結。正如俗語所講啊，一個人可以行得好快，但咧一群人一定會行得更遠啊！所以咧，即刻去揾團結力量大呢本書啊，同你同朋友咧一齊分享，一齊感受團結嘅無限可能，令到團結呢一樣嘢成為你成長路上最大嘅力量啦！